你有冇發覺近排成日唔記得嘢？啱啱諗住要做咩，轉個頭又唔記得晒。其實記性變差，好可能同你嘅睡眠質素有關。科研證實，瞓覺唔只係休息咁簡單，仲係大腦整理同儲存記憶嘅黃金時間。如果經常睡眠質素差，大腦就難以將日常接收到嘅資訊好好存檔，搞到注意力唔集中，反應慢咗，連記性都會越嚟越差。長遠落去，仲有機會令腦部提早老化，影響學習同工作效率。想提升記憶力，首先要改善睡眠。可以試下睡前唔好用手機，較暗啲燈光，固定時間上床，幫助身體易入睡。拉筋、散步、飲杯花茶都好有幫助㗎。仲可以考慮天然助眠護腦嘅保健品，配合維他命 B 同 Omega-3全面護腦。記住，優質睡眠係保持大腦健康嘅第一步，協同事業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